我嘅世界由一副白色嘅 AirPods 開始，唔知從邊一年開始，越嚟越多人個耳仔都塞住有副藍牙耳機。每日朝早嗒一聲，耳機就成為咗我嘅結界。而地鐵上面嘅所有人幾乎都同我一樣，唔係低頭望住手機，個耳機就係會帶咗去自己嘅耳仔入面，將地鐵嘅嘈雜都變成咗模糊背景。呢個現象持續咗好耐好耐好耐，直到有一日我遇上咗威爺，係大廈新嚟嘅保安伯伯。佢成日企喺大堂呢，對住每個匆忙嘅住客都微笑問好。早晨啊，食咗飯未啊？咁樣每次見到佢我都覺得好奇怪。但係其他人同我一樣呢，都係帶住耳機咧，匆匆就走過啦，都從來未停留過。轉機係一個疲憊嘅星期五啊，嗰日咧我耳機冇電啊，世界嘅聲音咧洶湧而嚟，嗰啲咩裝修聲啊，嗰啲好嘈嘅 transportation 嗰啲聲啊，嗰啲汽油聲啊，哇，嗰啲人啊喺度指人民嘅聲咧，哇，全部都聽到晒。跟住咧，威爺咧竟然遞嚟咗一盒檸檬茶，佢話後生仔睇嚟你好攰喎，就係咁，我先會除低耳機去聽佢對我嘅關心，聽佢嘅故事，先去發現原來聆聽都可以帶我進入一個別人嘅內心世界。佢同我講咗好多關於佢嘅故事，佢亦都好令我感受到佢對我嘅關心。因為佢對每個住客都好上心，佢對呢份工作係好認真嘅。後來我發現威爺記得每個住客嘅小事，例如陳太個女要考勤啦，婆婆腳痛咧，買餸咧就比較難嘅。我問佢點解堅持同啲住客打招呼啦，佢話我睇到佢哋好孤獨，同佢哋講早晨，淨係想話俾佢哋知有人見到你嘅存在。呢句說話簡直係點醒咗我。我開始學喺生活入面除低耳機，即使會聽到阿媽抱怨工作嘅辛苦啦，聽到朋友失戀嘅時候嘅聲啦，世界好似真係變得嘈雜咗，但係更加真實同埋立體。威爺呢幾日都請咗假啦，個大堂突然間變得好靜，先令我明白原來呢一種問候嘅聲音、聆聽嘅聲音係好需要㗎，因為佢係用行動去聆聽社區嘅需要，而社區亦都需要呢一份人情味。當佢返工，我亦都遞上咗一盒檸檬茶，威爺請你飲。佢嘅笑容比我聽過耳機入面任何嘅聲音或者音樂都要動聽。我先發現耳機雖然令我哋可以掌控聲音啦，但係亦都築起咗一道圍牆去隔絕咗外界啊！而真正嘅聆聽其實係要用心。除低耳機後嘅聲音都可以好有溫度，不妨試下直面面對，放下自己嘅內心世界，好好聆聽，好好感受。